第15章，兄弟啊，我现今将先前所传互恁的福音讲互恁知影，这个福音恁也领受啦，搁我靠徛得牢，并且恁若毋是空空相信，话通持守我所传互恁的，就的确因为这个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搁传互恁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讲，为咱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，搁照圣经所讲，第3日搁活，并且显现互基法看，然后显互12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现互500外的兄弟看，其中一大半到现今还伫咧，却也有的已经困了。以后显互雅各看，搁显互众使徒看，落尾也显互我看。我亲像未到产期来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第一岁，未配得称作使徒，因为我从前困迫上帝的教诲，总是我今仔日成了何等人，是得到上帝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伊所赐予我的恩，毋是空空的。我比众圣徒极外劳苦，这原毋是我，就是上帝的恩甲我相合伫咧。无论是我是众使徒，我安尼传，恁也安尼信。既然传基督是对死来搁活，怎样伫恁中间有人讲无死人搁活的事？若无死人搁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无有搁活。若基督无搁活，阮所传的便是空空，恁所信的也是空空，并且明显阮是为上帝懒散做见证，因为阮见证上帝是互基督搁活。若死人真正无搁活，上帝也无互基督搁活，因为死人若无搁活，基督也就无搁活啦。基督若无搁活，恁的信就是空空，恁犹原伫罪的内面，就是伫基督内困的人也灭亡啦。咱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盼望，就比众人搁较可能。总是基督已经对死来搁活，正做困了的人初识的果子。死既然是因为一人来，死人搁活也是因为一人来。伫亚当的内面，众人拢死了，照样伫基督的内面，众人也拢要搁活。总是逐人是照家己的处事搁活。初识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伫伊来的时阵，遐会属基督的，再后来没期到。迄时基督既然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灵的拢毁灭了，就将国交互父上帝，因为基督的确要做王，等上帝将一切的收得拢下伫伊的骹下。落尾所毁灭的收得就是死，因为圣经顶讲，上帝互万物拢服伫伊骹下。既然讲万物拢服伊，明显迄个互万物服伊的无伫伊的内面。万物既然服伊，迄时也要家己服迄个互万物服伊的。互上帝伫万物的顶面做万物的主，若无遐会为死人受洗，将来怎样呢？若死人总无搁活，因何为因受洗呢？咱搁因为什么时刻冒险呢？兄弟啊，
我伫主基督耶稣的内面，指着恁所夸口的出来讲，我是日日无死。我若当日找平常人，伫以弗所甲野兽战斗，遐个伫我有甚物益处呢？若死人无过我，阮就食啉吧，因为明仔日要死。恁毋通自欺，懒散交陪是败坏善行，恁着警醒做好，毋通犯罪，因为有人毋认捌上帝。我讲这个话是要互恁见笑。欠菜有人问，死人怎样过活？带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啊，恁所种的，若毋是死，就袂会活，并且恁所种的，毋是迄个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主孽，就亲像马，也是别款的五角，总是上帝照家己的意思，互伊一个形体，搁互特定的主孽，各有家己的形体。凡那肉体各有无相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各是一样，鸟各是一样，鱼各是一样。有天顶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，总是天顶的形体的阳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阳光各是一样。日有日的阳光，月有月的阳光，星有星的阳光。这个星甲迄个星的阳光也有分别。死人搁活也是安尼，所种的是的确朽坏，搁活的是未朽坏；所种的是见笑的，搁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搁活的是强壮的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搁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的确有灵性的身体。圣经顶也是安尼记讲，大先的人阿当，成了有灵的活人；末后的阿当，成了互人活的灵。总是属灵的，无伫大先；属血气的伫大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伫地，就是属伫土；第二个人是出伫天，迄个属土的怎样，凡那属土的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凡那属天的也就怎样。咱既然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的确有属天的形状。兄弟啊，我甲恁讲，血肉的身体袂会承受上帝的国，的确朽坏，袂会承受袂朽坏。我现今将一项奥秘的事甲恁讲，咱毋是拢要困，就是拢要改变。就伫一点仔久的时，10000年久的中间，河头落要摆分享的时阵，因为河头要响，死人要搁活，正做袂朽坏，咱也要改变。这个的确朽坏，总要变成袂朽坏；这个的确死的，总要变成袂死。这个的确朽坏，既然变成袂朽坏，这个的确死的，既然变成袂死的，迄时圣经顶所讲，死互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啦。死啊，你得胜的关系伫倒落呢？死啊，你的毒钩伫倒落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关系就是律法。感谢上帝，互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兄弟啊，恁全部着坚固，毋通摇动，常常出力，做主的工，
因为知影恁的劳苦伫主的内面毋是空空的。